现在知道疼了？据我所得的密报，樊千影可是明珠谷一众前明精英联手调教出来的绝顶杀手，而你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他若对你下手，你还有活的机会吗？这一剑不伤及要害，就说明他对你手下留情。你二人分明是你侬我侬，商量好了，你故意以自己为人质，放他逃脱。我说的可有错？父王英明，孩儿的小心思瞒不过父王，孩儿私纵大敌，罪不可恕，请父王恕罪。都小心点啊！要是把它掉下来摔了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的脑袋就咔咔搬家了。小心点儿。李公公啊，宜欢姑娘。哎，啊，皇上今天怎么没去御书房啊？皇上今天在御花园办大寿，这个后宫的太皇太后啊、皇后啊，所有的后宫嫔妃，全去御花园给皇上贺寿去了。哎，他没让你去啊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，哪有什么资格跟皇上一同庆生啊？哎，宜欢姑娘，不是老奴多嘴，你这个性子啊，你得收敛一点儿。当初皇上扮成侍卫跟你结拜，只不过是一时兴起，图一个好玩，你还真就当真了。我跟你说，皇上毕竟是皇上，幸亏他胸怀宽广，对你又是一番真心。这要是换了别的妃子啊，竟敢忤逆皇上，就咔早就被皇上处死不知道多少回了，你知道吗？当心点儿。王爷，你是何人？回王爷，奴婢是侧王妃新买的丫鬟秋月。侧王妃得知二公子违反了王爷的军令，要被军法处置，竟然急晕了过去。奴婢特意来禀报你。叫他急，都是他教的好儿子。秋月，还不快回王府照顾侧王妃去？侧王妃有望月他们几个伺候着，侧王妃要奴婢来守着二公子。笑话！我违反了军令，王爷处罚我，你守在一旁又有何用？还不赶紧退下！慢！秋月，看着你，倒是比寻常的丫鬟胆子大了不少。若是望爷他们几个，在本王的盛怒之下，早就浑身颤抖，站立不稳，你倒还能神色从容。王爷，手下留情！王爷，王爷，求王爷手下留情，饶过琪儿吧，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你的账，我回头再跟你算。愚人把儿子娇惯得这么不知轻重，为所欲为。贱妾知错了，王爷。但是贱妾膝下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孽障，只求王爷看在贱妾的份上，饶过琪儿。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起来吧，跪在这里，成何体统？谢王爷。琪儿，难怪你父王震怒，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敌我不分，私纵强敌？王爷，琪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，想当年王爷年轻时，不也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吗？琪儿这般多情痴心的性子，倒正是随了王爷的天性。喜儿，没错，世人皆说，父王年轻时曾冲冠一怒为红颜，
可当年父王乃是审时度势，察觉前明江山气数已尽，才迎着清军入山海关，成为这大清的开国重臣，并非只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。若是父王只痴恋陈圆圆一个女人，又怎会再娶了你娘？又哪儿来的你呀？是贱妾头发长见识短，胡言乱语了，王爷。但是这人不风流枉为少年，其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，难以自拔，并非有意忤逆王爷，还请王爷饶了其儿。其儿，还不快求王爷恕罪！孩儿知道错了，求父王恕罪。希儿，看在你娘的面子上，你只要肯在父王面前立下重誓，从今以后，与那个樊倩影一刀两断，心里不再想着他，父王就饶了你。其儿，还不快向王爷立下重誓！娘，父王，孩儿不能立此重誓。孩儿不想欺骗你们，因为孩儿做不到。妻儿，你就醒醒吧！那个樊倩影对你的感情根本不是真的，她接近你就是为了利用你，她根本就不爱你，更不值得你爱。不是的，我相信倩影是爱我的。父王，虽然我们俩立场不同，但是我们俩却是真心相爱的，并且我们俩谁都不愿意玷污了这份真情。王爷，来人！二公子违反禁令，私放强敌，罪不可赦，拖出去给我斩了！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王爷，王爷，贱妾只有其儿这么一个儿子。王爷若杀了其儿，倩妾也就不活了。王爷，你现在可愿立誓了？快呀！父王，儿子早已对倩影立过誓，永不相负。我若是再发一个假誓，那不仅是对倩影不忠，也是对您不孝。拖出去！王爷，王爷，你若杀了其儿，贱妾此生已无可恋。王爷，就此永别。娘，王妃，娘，罢了。玉柔，看在你尽心尽力扶持了本王20年的份上，我就饶了妻儿这一次。不过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来人，将二公子推出去，重责50军棍。是。谢王爷不杀之恩。你给我千万忍住，不可露出任何破绽，不然你帮不了妻儿，反而会害了她。王爷，求你不要再打妻儿了，要打就打贱妾吧，王爷，王爷，求你了，王爷。妻儿，万万不要再打了，王爷，求您了，王爷啊！打！求您了！
军令如山。哇，这么多美女啊！环肥燕瘦，春来秋菊，好漂亮。皇上，妾身祝您万寿无疆，福寿安康。皇上，臣妾知道皇上朝政繁忙，常常睡不好觉，所以亲手为皇上缝制了一个荷包。荷包里装着12味中药和香料，既能驱蚊虫，又能安神解乏。臣妾手笨，自然不能跟各位姐姐相比，不过是臣妾的一点心意罢了。这个荷包绣得真漂亮，闻一闻还有一股清香呢，神清气爽。有劳贤妃了。这贤妃的手啊，真巧啊，比起这御用绣娘的手啊还要巧。着实，在哀家看来，这后宫里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呢。臣妾听说皇上从山西微服私访回来后，念念不忘当地的面食，所以啊，臣妾就派人打听了做法，亲手为皇上煮了这碗长寿面，还请皇上尝尝。这长寿面啊，不能断。这一根长面条啊，是臣妾亲手和面，再亲手做成的。这上面的绿色用的是青菜汁，寓意我大清啊能够清清明明、长长久久。惠妃有心了，朕可得好好尝尝。惠妃好手艺啊！皇上，臣妾恭祝皇上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恭祝皇上皇后龙凤呈祥，早生贵子，让太皇太后早日抱上嫡曾孙子。好，丽妃说的真好。皇祖母，皇后，一起为这祝福喝一杯吧。喝一杯。皇上，您不是有一个笔墨诗书姑娘？听说您一刻也离不开她，怎么今日这么大的日子，不让她来一同庆生啊？皇后说的是李欢吧？这个李欢啊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笔墨诗书，平常伺候朕的时候呢，比寻常的宫女伶俐一些罢了。如此隆重的场合，她岂有资格出席啊？这打理后宫啊，可不比管理朝廷简单的。首先要紧的是要有平衡之术。这后宫要是着了火呀，皇上可就麻烦了。皇祖母，孙儿年少，还请皇祖母多多提点。那是。朱后妃，陪着朕还有皇后、太皇太后一起喝一杯吧。来。
李一欢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你自己不都想清楚了吗？再也不会上那个骗子皇上的当了，你彻底死心了。那你还吃醋什么呀？你要记住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的猪哥哥是对你最好的。千里之外执行那么危险的任务，都不忘记你的生日，还提前给你准备生日礼物。你再看看那个骗子皇上，后宫佳丽，百草千花，莺莺燕燕，谁还记得你啊？别傻了。一欢姑娘，叔父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儿啊，为了给皇上庆生，这个御膳房呢做了好多精美的美食。我呀，特地选了几样特别好的，拿给你尝尝鲜儿。啊，叔父，这些都是皇上让您给我送过来的吗？皇上？嗯。啊，不是，是我啊。我觉得你平时啊爱吃好吃的，所以啊，我就特地拿过来给你尝一尝，也算是我这当叔父的一点心意。叔父，你等一下啊。啊？叔父，谢谢你还想着我，我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，把这个金簪子送给你吧。一欢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坐啊！哦。叔父是个太监，这金银珠宝呢是叔父最大的爱好。可是不管叔父怎么贪心，那也不能开自家亲人的油吧？这金簪子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啊，叔父，你的大补丸解药是不是快吃完了？我这还有点，都给你吧。一欢，这每个月都服一颗大补丸的解药，这也太麻烦了。你问问建清，他能不能研制出一次就彻底解除大补丸之毒的解药呢？叔父不想认我们这些亲人，还让我转告你，不要再去打扰他。他不想被我们所累。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小的时候，他可是最听我这个大哥的话。爹，叔父虽然不肯认我们，但是暗中多次帮助我和猪哥哥啊。从这点看来，他心里还是有亲情的。他心中虽有亲情，但只怕一旦到了生死关头，还是会为了自保而出卖你们的。所以，你们切不可一次给他解开大补丸的毒，而只能每月给他一颗延缓药性发作的解药，这样才能保证你们在紫禁城中的安全。义父，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无情了？他好歹是你的亲弟弟，我们的叔父，而且在暗中帮助我们那么多次。太子，在大义面前，无小我。德父在宫中生活了30多年，早已习惯了尔虞我诈，习惯了损人利己。他心中虽然对你我残存了一点血脉亲情，但经受不住生死考验的。你跟易欢身份特殊，而我是朱明联盟的盟主。我要保证你们绝对安全。叔父啊，这个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，我哥哥正在研制当中呢。如果研制出来了，到时候一定给叔父一份。好吧，但愿你们没有骗我。哎，好了，不说了，你快点吃吧，我就回去了。叔父慢走。哎。
是你吗？我不是已经让你走了吗？你为何还要回来？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，我舍不得你，也放心不下。你不是说过，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吗？我那么说，只是不想连累你，我怕你会一直牵挂我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你别动，才刚给你上的药。是你亲自给我上的药吗？那我这顿军款来的真是太值了。千阳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别走了，好吗？你答应了？我答应了，答应了。驾！玉，樊师姐，吴三桂怎会把我们的底细一下子了解得这么清楚？难不成我们明珠谷中也有平西王府的奸细？不错，咱们明珠谷中不仅有鳌拜安插的奸细，还有平西王府安插的奸细。师弟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大师兄和师傅他们正在前往滇都，我现在就赶去与他们会合，告诉他们这个重大的消息。至于你，你还是想办法继续留在吴应奇的身边，再打探一些消息。其实，我担心吴三桂会对吴应奇重罚，也很想回去看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可是，他已经知道我们是明珠谷的人，这次能放我们走，也是看在以前的情分上。而且，他也说过，再也不想见我。他那只是一时生气说的气话，他其实心里还是很想再见到你的。师姐，我看得出来，吴应奇对你是真心的，而且他对他父亲吴三桂一切的所作所为也似乎并不赞同，所以，他心里并不会真的憎恨你。可就是因为他对我是真心的，我才不想再利用他。师姐，我们要做的是光复大明的天下，造福天下百姓。连大师兄都可以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把与小师妹的儿女情长暂时放到一边，你可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犯糊涂，因为吴三桂那个大奸贼的儿子而分不清轻重。好，我这就回去。